大家好，我是叶鹏松。今日我会甲大家关于选举嘅名词。向 Parliament 做呢打，向 Parliament 到潮州话就是乡市议会、福建话福建县市议会、广府话 Cantonese 县市议会、客家话客家县市议会。到马来西亚议会，拢总有212支嘅议席，得到112届议席，才算是得到更大多数。大部政府政党得到更大多数嘅情形，就叫做乡市议会。虽然希望得到第一座议席，但是根据西名子嘅英国国会体制，因为希望无得到更大多数，所以步兵组成政府。爱组成政府，希望需要甲其他政党合作来凑够议席。Westminster System 潮州话西名字福建话西边制，广府话 Cantonese 西文制，客家话客家西面制。过了2021年11月19号嘅大选话是步兵组成政府，到占士克 Ismail Sabri 做台首政府 Caretaker Government。2022年11月20號到11月24號之間，大家政黨對加密政黨合作就一直改變主義，即使愛合作，即使又咪合作，即使又打咪合作。即5日，Yang di-Pertuan Agong Abdullah Riayatuddin Al-Mustafa Billah Shah BA 已經調降大家政黨討論首相人選甲組成政府嘅事。BA 到2022年11月24號召開馬來同志這特別會議討論成立聯邦政府。2022年11月24號下晝5點。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到馬來西亞國家環境嘅宣誓儀式，正式宣誓做代執政首相。如果你人還是不了解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做呢會使做首相，你人會使家己讀新聞媒體嘅新聞啦。人回顧今日學嘅字，向 Parliament 到潮州話就是鄉市議會、福建話福建縣市議會、廣府話 Cantonese 縣市議會、客家話客家縣市議會。Westminster System 潮州話西名字福建話西邊制，廣府話 Cantonese 西文制，客家話客家西面制。